是第一家设所传灯，28代西天记法东流护持图菩提达摩为出主，6代传一天下后人得道何穷数，真不利望本空，有无记全部空空，20空门言不着，一性如来体智同，因是根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，痕过尽除光实现，心法双旺性极真，皆莫华24众生苦果难调治，去圣远西邪见身，谋想寡落多怨害，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灭除令瓦解，若在心殃在身，不须愿术更尤人，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，三坛林无杂树，秘密深沉施止住，静静林间独自有，所作非行皆远去，狮子耳众随后，3岁便能大笑吼，做事也甘主法王，100年妖怪悉开口，连顿教没人情，有疑不决只须争，不是山争成人我，修行恐落断肠坑，非不非，是不是，他知毫厘失千里，是者龙女顿成佛，非者善心生现罪，无早年来积学问，继承讨书寻经论，昏北名相不知修，渡海率沙图自困，却被如来苦苛责，属他珍宝有何益？从来趁邓觉虚写，多年枉作风尘客，总信邪，错知解，不达如来圆顿智，二圣精进没道心，外道聪明无智慧，一愚痴，一小孩，空拳史上生死劫，直指为月汪师公，跟进法中须捏怪，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，了其业障本来空，为了应须还数债，讥讽王善不能参，并欲依往争得菜，待欲行禅之见力，果终生脸中不坏，有失犯众物无声，早时成佛已经在，狮子吼无畏说，身皆懵懂顽皮答，只师犯众占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，有2比丘犯淫杀，玻璃荧光真罪劫，维摩大士顿除疑，犹如赫日浇霜雪，不施意也脱力，料用恒沙也无极，世事供养感持劳，万两黄金亦消得，红骨翠身为足筹，一骑了染超百亿，法中王最高圣，恒沙如来同共振，我今结使如意珠，应受之者先相应，了了现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窝，一切圣显如电符，假使培轮顶上弦，定会圆明中不失，日可能，月可热，众魔不能坏真说，降下真容慢净土，谁见螳螂能拒测，大象不有于兔精，大物不拘以小节，莫将管见棒苍苍，为了无精为精绝。
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正好山胜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听在人天中华母，有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远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训，本源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躲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得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气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念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李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吴丽香，姓氏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子师，
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供佛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咒主，慈悲咒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四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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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后学就导读到这里，谢谢，感恩。谢谢丽香姐姐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。谢谢丽香的导读。经理晚安。感恩前贤慈悲。你要是前贤晚安。爸爸晚安。王坛主晚安，林爸爸晚安。小姨晚安哈，各位前贤晚安。晚安。王前贤晚安。明天见国勇前贤晚安，黄坛主晚安，领任晚安林爸爸晚安前贤晚安林讲师晚安前贤晚安前贤们晚安，感恩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